同男網友性交，仲送5歲仔仔肛交。控方尋日指，32歲住土瓜灣嘅單親媽媽，明知男網友唐立漢有戀童癖，仍然3次送羊入虎口，甚至積極參與施用藥物，令到仔仔瞓着咗冇咁痛，醒咗都唔知發生咩事。而警方錄影會面底下，單親媽媽就話7年之前喺網上識到唐立漢，後來佢問對方借錢，2個人仲有4到5次性交易，對方又要求佢帶5歲仔仔去佢深井屋企玩，甚至吉。佢聲稱以為講笑啫，而每次上去之前都有問對方借錢。第一次仔仔只係睇電視同玩貓，佢見冇嘢咯，咪繼續帶咯。但第二次佢瞓着咗，醒翻嘅時候，唐立漢同仔仔都冇着褲，唐立漢仲好似手淫咁揸住自己陽具，而阿仔就話啱啱去廁所嗰陣整濕條褲，所以唐立漢就幫佢除咗，佢於是就帶仔仔着翻條褲再瞓，點知再醒翻嗰陣，2個人又冇着褲，唐立漢仲想用陽具插入仔仔嘅肛門，已經掂到劈劈噶啦，佢最後帶仔仔走人。但後嚟單親媽媽嘅同事發現佢同唐立漢嘅 MSN 對話就報警，單親媽媽尋日否認串謀唐立漢同5歲仔仔肛交等罪，聆訊今日繼續。